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Jonathan。咁今日拍呢條片咧，就最主要咧就係想講翻呢個新鴻基嘅環窩仔街啦。今日俾同事去做一個內部嘅 training 同 briefing 嘅。不過對上條片咧，都見到好多朋友仔睇完之後咧，都俾 like 啊，好多 view 數啦，咁亦都留言區好多留言啦。咁所以就決定公開埋呢條片俾大家啦。咁唔想錯過嘅話咧，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咁同埋俾 like。咁我哋而家即刻出發。好，咁新鴻基呢個項目咧，環窩仔街咧出咗第一條片咧，就已經好多朋友仔問啦。咁點解咁多人留意或者咁多人問咧？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咧，荃灣區其實係好少新樓供應嘅。咁啊，對上嗰個新樓供應咧，就講緊要去到2020年嘅映入灣。咁啊，事隔到而家都已經係入咗伙6年樓㗎啦。咁再對上咧，就係近翻住荃灣西啦，咁啊海之戀啦、全城匯啦、柏豪灣啦。但係呢幾個屋苑講緊都係已經係2018至2019年嘅貨。咁即係相隔都已經而家去到8至9年樓㗎啦，咁所以荃灣區計咧，你係要真係揾到一塊地去再起樓啊，甚至係一個全新樓咁計咧，其實係少之又少嘅。咁仲要喺呢個樓盤係市中心裏邊。咁第二個原因就係咧，如果你係新鴻基嘅 fans 啦，或者你係好中意住開新鴻基樓嘅，咁你想買翻佢嘅品牌咧，喺荃灣區亦都係好少供應。對上一個樓盤新鴻基嘅，已經要數翻去20年前嘅駿悅庭啦。咁所以喺荃灣區計，如果你想揾一個新鴻基品牌嘅樓盤咧，呢一個你一定要留意啦。可以同你講翻周邊呢2個月啦，即係喺過完年啊，或者過年前嘅市況咧，其實荃灣區個成交價咧已經係上咗大概係10至15%㗎啦。咁如果你睇翻呢一張圖咁計咧，其實你見到海之戀啊、全城匯啊、柏豪灣呢一啲我哋叫荃灣西比較新少少嘅屋苑咧，其實個尺價已經係上到去2萬蚊尺㗎啦。即係而家你喺海之戀你買個2房咁計嘅，你入場差唔多要接近挨住1000萬。咁就算你去到樓齡比較舊少少嘅，可能係萬景峰咁計嘅，個尺價都去到18000幾，買個2房入場門檻，最近成交咗一個2房都要950幾萬，係啦。咁所以你話荃灣嘅樓價究竟係貴定平咧？我就話俾你聽，係一啲都唔平嘅。荃灣啲樓係啦，甚至係拍得住你而家去買呢個九龍啊、啟德嘅價錢嘅。咁咩原因？點解荃灣啲樓價咁高咧？可以拍得住九龍區啲價錢咧？話晒荃灣都係話係新界西喎，係咪？但係荃灣一啲都唔新界，我想話你聽。因為佢嘅交通嚟講咧，其實佢係好多嘅巴士線啦、小巴啦、紅 van、綠 van 啦，以至佢係有2條嘅鐵路啦，我哋嘅屯馬線啦，咁啊荃灣線啦，咁啊的士係紅的啦，咁亦都有好多而家係翻上大陸玩啊，小朋友去大陸啲商場啊，我哋有永東巴啊，有好多一啲嘅過海嘅巴士啊，翻工啊、翻學啊，甚至係翻大陸都有，所以荃灣嘅交通係好方便。朋友仔係要喺香港 IFC 翻工啊，或者喺 ICC 翻工嘅話咧，咁一啲高薪人士啦，或者一啲嘅專才優才啊、I-Bank 啊嗰啲咧，通常都喺呢啲地方翻工啦。咁我哋呢個嘅屯馬線啦、西鐵咧，咁其實係講緊20分鐘左右就已經可以去到呢個嘅九龍站啦，去到香港站啦。咁如果你係要翻大陸嘅，咁啊搭高鐵嘅話咧，我哋17分鐘就到呢個柯士甸站，係啦。咁其他地方譬如話係去機場啊，咁我哋去翻轉車去青衣，去機場都係24分鐘啦。咁啊，而家屯馬線通咗啦，咁我哋譬如話要去睇演唱會嘅，咁啊25分鐘，咁已經係直到第一個站，咁啊唔需要轉車。咁就算去到再遠啲嘅，上個月買新鴻基嘅西沙啦，咁我哋去到呢個烏溪沙站咧，都係唔需要轉車。咁啊，荃灣西一上車就直到去呢個烏溪沙站噶啦。咁啊，其實係好方便嘅。而家屯馬線通咗車之後，咁再加上咧最近我哋買嗰個柏龍啊，我哋落一個站就錦上路站。咁而家上邊國內政府啦。都講緊呢個南金融啊、北創科，咁啊嚟緊北環線通車啦，講緊2030年嘅時間啦，咁啊喺錦上路嘅總站咧就會直通上去呢個嘅古洞啦、新田啦，上翻去呢個落馬洲啊、上皇崗咁樣嘅。咁呢條線通咗咧，又係好多內地客啦、優才專才係會由呢條線咁落翻嚟，咁啊變相荃灣西咧同錦上路又爭一個站。咁所以其實如果你係計荃灣，你話喺新界西咧，其實我可以話呢一個點咧個鐵路咧，你係上大陸又方便啦，你就算係翻去香港啊、去機場、去任何地方，講緊都係20分鐘內嘅啫。就算 even 你將來可能你真係上翻去京北環線上呢啲城市啊，咁啊講緊可能都係講緊係20分鐘左右呢啲時間，好方便真係。
咁由樓盤出發咧，去翻荃灣西站咧，如果步行嘅話咧，就大約係15分鐘啦。咁如果你去翻最近嘅地鐵站咧，咁就係大窩口地鐵站，咁就步行就10分鐘。咁如果你去翻遠少少嘅，咁啊去翻荃灣站嘅話咧，步行就係講緊大概係15分鐘左右啦，係啦。咁啊個路程咧，其實就都係講緊3個字內啦，咁就已經你可以去到3個嘅地鐵站度去搭車噶啦。咁如果你話我唔想行喎，有冇啲接駁工具啊？咁其實樓盤樓下已經係好多巴士線啊、循環線啊、小巴線係去翻荃灣西啊，去翻呢個荃灣地鐵站啊咁樣嘅。其實荃灣區嘅巴士路線都好多選擇嘅。咁尤其要過海嘅朋友仔咧，你可以搭930啦。咁930有 ABX 啦，咁啊都係喺翻附近嘅寶石大廈啦，即係近翻住而家呢個樓盤南灣仔街度已經上到車噶啦。咁啊去翻金鐘會展、中環啊、銅鑼灣係啦，咁呢啲係過海嘅巴士啦。咁如果你係要去翻觀塘啊、去翻油塘啊、去 Megabox 啲地方咧，咁啊荃灣西亦都有42C 開翻出嚟喺聯仁街、南灣仔街呢個樓盤隔離係啦，咁啊可以上車咁啊去翻觀塘油塘嘅。咁啊亦都有去呢個嘅機場啦，咁啊有呢個 A 車同 E 車啦，咁啊途經亦都去到港珠澳嘅大橋啦，嗰個旅檢大樓嗰度啦。嗰邊呢張圖咧就係講緊咧嗰個循環線啦。咁我哋荃灣區有4架嘅巴士就循環線嚟嘅，咁啊31、36、34、43啦，咁啊途經晒成個荃灣噶啦。咁啊，其餘就係有荃灣特別少少會有綠 van 同紅 van 嘅地方。咁紅咧有個好處係咩咧？就係佢有4條線係24小時嘅。咁除咗交通方便之外咧，其實荃灣個城市規劃係做得好好。佢係將舊時嘅荃灣咧，即係荃灣線啦，咁同埋而家新嘅荃灣叫荃灣西啦，佢係將舊同新咧係融合得好好。咁其實市建局咧喺荃灣區咧，佢嗰個城市規劃咧，佢分咗有5大綱去做嘅。咁而家其實係接近尾聲嘅最後一個。咁邊5大綱咧？第一個咧就係交通啦，頭先提及過嘅巴士嘅路線啦。其實以前荃灣冇咁多巴士嘅，咁啊而家新增咗好多，例如係930嘅車啦，去觀塘嘅車啦，甚至係一啲嘅過境巴士啦，以至好多唔同地區嘅小巴啊，咁其實係全部係可以點對點去晒唔同嘅地方。咁所以點解咁多人話中意住荃灣咧？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咧，翻工好方便，好多交通工具可以選擇。咁第二個大綱係咩咧？第二個大綱就係咧，之前楊屋道咧，即係而家嘅雀躍亭啦、立方內遊區咧，佢嗰啲嘅工廈啦，去改造一啲嘅商住啦。咁如果耐少少，荃灣都知㗎啦。咁以前雀躍亭啊、立方內遊區前身都係啲 service apartment啦，同埋一啲酒店啦，咁啊改造俾佢愛嚟做私人住宅嘅啫。係啦。咁第三個大綱就係咩咧？就係佢嘅嗰個嘅行人天橋嘅系統啊。佢荃灣咧其實係有20幾條嘅行人天橋，駁去20幾個嘅大型商場喎，大大小小嘅商場係通晒。咁基本上你可能係大人小朋友啊，甚至係一啲家庭你拖住架 BB 車咁樣計嘅，咁你都係唔需要打風落雨咧，可以係由天橋啦行到去商場啦，通過唔同商場再去翻你自己屋企。咁啊，全部係都係經天橋商場過，咁啊唔需要完全行地面過。咁啊20幾條天橋、20幾個商場係可以行得晒去到你自己嘅地方。咁呢一個係我諗全香港都冇一個區份有咁多條天橋啦，同埋咁多個商場係可以連接晒同一個區裏邊去做晒嘅。咁呢個天橋網絡咧，咁荃灣都有個名啦，叫天橋之城。係啦，咁呢個天橋嘅系統係做得好好嘅荃灣區。咁第4樣係咩咧？第4樣就係佢去早幾年政府撥咗65億啦，去提升嗰個海濱長廊啊，去做一啲嘅綠化，咁擴闊咗嗰個海濱長廊。咁亦都係起咗一條單車徑，有2.3公里啦，就由海濱踩到入去麗城，再可以再入啲就入到去深井咁樣嘅。咁啊，成個海濱長廊除咗優化咗之外咧，加咗綠化啦，加咗單車徑，咁啊改善咗啲臭味咁樣啦。係啦，咁啊政府都係撥錢去做呢一樣嘢，令到嗰個環境咧係同城市係融合一齊嘅。咁最後一個大綱係咩咧？就係而家講嘅大綱咧，就係佢要做一個社區轉型啦。咁大家頭先都聽過啦，荃灣其實都冇乜地可以再起樓啦，尤其是中10月地啦。咁而家其實係最後一個大綱係做緊啲咩咧？個城市規劃就係將環窩仔街一帶嘅工廈去加快去轉型，做一啲嘅住宅項目。係啦，將呢啲嘅工廈就盡量去就做住宅，咁啊可以提供多啲嘅新嘅供應去做。咁而家新鴻基呢一個項目咧，就係帶頭第一個樓盤開始去做呢一樣嘢。咁喺荃灣區嘅發展咧，喺以往20-30年前咧就係荃灣線一帶啦，即係綠人新村啊、愉景新城嗰邊啦。咁啊去到近呢10年就係發展荃灣西啦。咁10年後嘅荃灣咧，其實就將會係發展喺呢個嘅荃灣東，即係正正就係而家新鴻基呢一個樓盤。咁啊大窩口嘅工廈去做一啲嘅轉型，係啦。咁其實咧你見到咧，佢喺早期咧呢一個嘅新鴻基咧喺2013年嘅時候咧就已經係向城規會提出申請啦。咁啊買咗呢個安泰嘅工業中心。咁啊當其時就用2.3億去買咗嘅。咁啊而家就發展就係而家個環窩仔街呢個新樓盤啦。咁去到佢前邊咧，佢有幾個工廈嘅亞洲嘅物流中心啦、黃石工業大廈呢啲咧、萬象工業大廈咧，其實將來都會係有機會嚟做翻做住宅。咁啊城規其實已經係出咗個圖咧，係愛嚟改造住宅用途嘅。
咁其實咧，你見到咧，成個嘅大窩口嘅工廈去做轉型咧，其實呢一個唔係發展商去做嘅，呢個係政府咧去申請去咁樣做嘅。咁亦都係城規係批咗出嚟咧，係俾佢轉咗做一個綜合發展區，即係我哋簡稱叫 CDA， 就係可以將啲工廈轉型做住宅，咁啊再俾發展商去買落嚟，再去實行去點樣去規劃去做。咁一樣係政府去推行。咁所以其實你見到咧，呢張圖咧，其實分咗 CAD4 同 CAD5咧，呢兩個區其實已經係轉咗做綜合發展區。咁爭在就係有邊啲發展商可以買得到呢啲嘅工廈，再去重新去興建改造私人住宅呢樣嘢。咁其實成個綜合發展區咧，我自己係幾睇好嘅，因為其實早期已經係行緊嘅啦，唔係今日先行嘅。你見到佢上翠苑落成咧，係2017年落成，咁上翠苑係其中一環嚟㗎啦已經。咁到 CDA4、5同埋後邊嘅 CDA6咧，你見到框框圈住嗰啲咧，如果佢能夠發展商收晒再起咧，其實可以提供到有3000幾伙嘅單位喺呢度。咁所以成個區嘅發展其實個潛力，我覺得係好大。咁啊，加上係新鴻基帶頭去做呢一樣嘢咧，亦都會係加快咗其他發展商去參與啦。咁如果賣得好啊，發展得好嘅時候咧，咁啊陸陸續續咧嗰個收嗰個過程啊、時間啊，佢會係加快咗去做呢一樣嘢。咁所以成個發展，我覺得係嚟緊係會越嚟越快。咁2025年嘅時候咧，咁啊新鴻基一間子公司新意網咧，咁就提出過一個重建申請啦。咁就喺呢個嘅 CDA5嘅其中一個嘅工業大廈裏邊嘅，咁就唔係喺而家呢個環波仔街嗰個 CDA4係啦。咁佢嗰度咧，如果重建嘅話咧，其實可以起到有277伙係啦。咁其實成個 CDA5咧係可以收翻嚟，可以合共可以提供到有886個住宅單位喺度嘅。咁啊由新意網持有嘅數據中心係其中一座係啦。咁但係後尾因為就係諮詢期間啦，咁啊啲居民就反對啦，咁啊擔心驚重建嘅時候咧會製造到一啲嘅噪音污染啊，或者會加劇咗個交通擠塞嘅問題，咁所以後尾就推翻咗呢個申請嘅。咁就日後你問我會唔會再重新申請或者重啟咧？我覺得係一定會勢在必行，因為其實政府推行呢樣嘢咧，城規亦都批咗咧，佢呢度係會改造成一個私人住宅啦，做一個社區轉型啦。咁但係將來有啲咩新方案啊，點樣可以令到居民嗰個嘅反對會少啲啊？點樣令到個影響會減少咧？咁就有待發展商到期時再去做一啲嘅新嘅方案咯。價錢就未出嘅，咁啊嚟緊發展商都好快㗎啦，咁啊預計就可能係大概係3月尾4月頭度啦。咁就而家大家見到上網有啲 agent 可能有啲咩參考價、廣告價嗰啲咧，嗰啲就都係大家自己估嘅啫。咁就發展商未出價嘅，係啦。咁啊都唔使估下啦。咁啊4月會出，咁大家到時都會知㗎啦。咁但係約莫預計係幾多錢咧？咁我而家好心急想知喎。咁我講個地價俾你睇啦。咁你可以自己預一預啦。咁佢投翻嚟塊地咧，其實 total 補咗2次地價嘅。第一次就2700幾，咁第二次係2900幾。咁 total 個地價就合共有4000幾蚊。係啦，咁到佢計埋佢建築成本啊、起啊各樣嘢咧，咁你要大概加翻大概萬零蚊到啦。咁啊，約莫個成本地價就可能係14000幾左右啦。咁你賣翻出嚟，佢會唔會係挨翻住頭先我哋所講嘅二手價，跟翻住荃灣西海之戀嗰啲價咧？我覺得就唔會啦，因為你始終個地段位置唔同啊嘛。你唔係話黐住個站頂啦，又唔係話有海景望啦。咁始終你話你而家嗰邊嘅發展，大家個景觀各樣嘢可能都未係完全係起好晒，咁啊周邊都係啲工廈。咁啊主要可能就真係個位置叫3個點就叫近啲地鐵站啦，每度都可以行到10分鐘啦，咁同埋附近啲鋪到齊啦，嗰樣嘢咧，咁我自己覺得個價錢可能係貼翻住，會唔會貼翻住著住停啲價啊？咁呢啲就大家自己估下啦，係啦。咁但係我覺得個價錢呢一個樓盤開賣咧，就未必會好貴，亦都唔需要話去到可能係去到海鮮嗰啲價嘅。戶型分佈咁啊。上條片都提過㗎啦，咁就如果你好心急想知嘅話咧，你可以 WhatsApp 我啦，因為而家啲資料發展商流宣未上咧，就唔可以 send 得出街嘅，係啦。咁如果你真係好心急想知嘅，你就 WhatsApp 我。咁啊，約莫有啲咩尺數就呢度可以俾大家粗睇啦，係啦。咁啊，景觀方面呢個樓盤主要就唔係賣景觀㗎啦，好坦白講。咁始終因為周邊啲工廈佢未完全發展啊嘛。咁啊，但係如果你係講景觀咧，真係想買個最開揚嘅咧，咁就向前排啦。咁啊，高過20-30樓度啦，咁就望翻住荃灣市萬景峰嗰邊嘅方向最開揚啦。咁就後邊就望翻上翠苑方向就要高層啦，咁啊你起碼要過20樓樓上先過到工廠啦，咁可以望到呢個大帽山景啦，咁亦都係方向，如果向後邊就會向翻東南圍啦，係啦，咁有啲現場實景相嘅你都可以 WhatsApp 我啦，到時再 send 俾你睇啦。咁荃灣除咗交通方便啦、商場多、天橋多之外咧，咁啊嘢食都好多種你可以選擇嘅。咁啊包括西餐啦、連鎖式嘅又有啦，咁啊另外就係放題啦，咁亦都有好多一啲嘅地道嘅嘢食啦。咁啊都係一啲民生嘅美食都有嘅。咁例如係啲咩咧？米線好多，荃灣有20幾間嘅米線鋪啦。咁同埋就係唔講你唔知，荃灣有15間以上嘅酒樓喺度嘅，係啦。咁啊好多嘅糖水啊，各樣嘢冰室啊，咁啊連鎖式嘅又有，民生嘅又有。咁所以其實係食嘢方面係真係好多選擇。咁食嘢講完啦，咁啊
其實荃灣區嗰個休閒娛樂設施都好多，我哋有5個體育館啦，咁啊包括就係而家新起嘅荃灣體育館啦，舊少少嘅楊屋道體育館啦，咁啊 total 有5個體育館啦，2個嘅泳池啦，咁另外就好多嘅公園啦，荃灣公園啊，另外 D Park 啦，D Park 都係一個圍繞住兒童嘅主題嘅遊樂場嚟嘅。嗱，咁室內之外咧，戶外亦都好多景點啦，荃灣。咁啊，荃灣有呢個嘅城門水塘啦，如果中意行山嘅可以係行城門水塘啦。咁啊，頭先提過嘅海濱長廊啦，大帽山啊，咁以至係麗都灣海灘嗰啲都好近。咁有冇啲文青少少啊？咁我哋有南豐紗廠啦，咁嗰度有好多一啲嘅文青嘅藝術品啦。咁另外好多手工嘢啦。咁啊，亦都有一啲嘅我哋叫文化遺產啦，例如係圓玄學院啊、龍母廟啊、西方寺啊呢啲嘅地方啦。咁有好多信風水嘅都會係經常上去拜下啦。咁啊，仲有一啲嘅古物啦，例如係三棟屋嘅博物館啊，有個叫光板田村啊，可以打卡嘅地方啦。咁啊，川龍啊，呢啲近近地嘅，仲有一個華茂嘅嗰個裕心園啊，喺裕心廣場。咁有大概係百幾件一啲嘅嗰啲石嘅古董展覽嚟嘅，係啦。咁醫療方面咧，我哋有2間醫院，咁啊一間就係仁濟醫院，咁啊政府嘅；另外一間就係私家嘅，就國安醫院。咁啊2個醫院都好近，而喺呢個環窩仔街樓盤行個仁濟醫院都係講緊10分鐘嘅啫，係啦，10分鐘嘅距離。咁基本上就所有科都有齊晒喺度，2間大嘅醫院。好，咁近期成交，咁啊荃灣西嘅二手價錢啊，近期而家你見到我哋比較熱門嘅屋苑海之戀、全城匯炮灣咧，尺價都已經上到去最高去到2萬蚊尺都有，咁啊平均價都18000幾到19000噶啦，咁啊近呢2個月個升幅都去到挨住10至到15%噶啦。咁如果你去翻一啲嘅二手租務啦，我哋見到咧個租金其實都上得好快，而家租個海之戀租個1房都要21500啦，咁啊租個2房要去到25000幾添，係啦，3房嘅有啲700幾尺嘅，咁啊 over 去到差唔多尺租，我哋呢度嘅尺租如果係荃灣西講緊係大概挨住都50蚊尺。咁如果你去翻一啲2線少少啦，咁啊近翻住而家呢一個環窩仔街個樓盤咧，咁我哋有個樓盤2020年入伙嘅景逸灣啦，咁佢個成交價錢講緊賣個1房出嚟啊，571萬，最近嘅成交2萬蚊尺喺度，2月份嘅啫。咁啊2房咁計嘅，賣咗間439尺啦，咁啊805萬成交價，18300蚊尺，都係2月份成交。咁去到樓齡耐少少啦，2005年入伙嘅爵悅庭啦，咁一間2房嘅成交價錢都要去到683萬，咁啊尺價就圍翻大概15000幾度，係啦。咁你可以參考翻爵悅庭呢啲價錢啦，3房就基本就 over 去到900幾樓上㗎啦。咁如果你係喺翻荃灣西嗰啲，就全部3房都去到1300-14萬以上啲。咁同區租務情況，咁如果近翻住2線，可能爵悅庭啊呢啲嘅屋苑嘅租務咧，近期租過1房嘅景逸灣1房都要18000幾㗎啦，2房去到22000，咁啊3房就 over 去到3萬幾起步，咁啊爵悅庭就講緊2房都租19500㗎啦，咁啊嗰邊嘅尺租大概講緊40幾蚊啦，40尾去到50蚊尺。好，咁啊嚟緊發展商嗰個步伐都好快㗎啦，咁啊嚟緊會命名啦，咁之後就會係上樓書啦，咁啊大概預計就復活節嘅時間就會賣㗎啦，咁啊如無意外就可能係3月底4月頭嘅時候就會出價錢，係啦，約莫個 schedule 係咁樣啦，係啦，咁到時公佈咗就再話俾你哋聽。咁啊如果有留意開呢個樓盤嘅，又或者對呢個樓盤都有興趣嘅，咁啊可以不妨 WhatsApp 聯絡我啦，咁我有一手資料嘅就會第時發俾你㗎啦。咁就多謝大家收睇，咁啊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，係啦，咁我哋下集再見。